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个女护士过来啊？嗨，干嘛麻烦别人呢？我带你去。这不好吧？没事。不好吧？放我下来！小心腿啊！丢死人了！下次还是帮我找护士吧。不行。小心。峰峰，把手给我。啊！手，快点。那，那只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朕伺候你用膳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来，张嘴。李欢，你好慈祥啊！你这样让我想起了我爸。是吗？你以前照顾我的时候，也让我想起了太后啊。调皮。你更调皮。来，太后，用膳。不吃尝一点，来一口啊！不吃。不是啊？哎，乖。